亲像一蕊花，开的时阵这呢美丽，经过风风雨雨的转变，闻着阵阵的花香味，爱情总是予人痴迷。 爱甲心肝底依偎，一句甜蜜的恋爱话，咸酸苦涩拢无怨猜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。 将你放，对你的思念掺着淡薄亏欠，因为我知影，咱真正无同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，对你的思念。 掺着淡薄感慨，若爱情是幸福的所在，爱情是幸福的所在。以后不管是快乐还是悲伤，咱拢斗阵分享甲承担。手机呢？啊！哇！皇天无负苦心人。我甲明个替你挂。丁太太，李伟，淑玲，你回来啊？ 对啊。 要困几工啊？感觉加好有精神啊！来，你的咖啡。多谢。你回来真好诶！你无伫的这几工，我足无用的呢。你敢真是安尼想？当然是真实的啊！过去遐对你无公平，还佫互你受委屈的所在，以后我一定会加倍来补偿你。我会愿意转来，就表示迄寡代志，我拢已经袂阁计较啊。安尼上好啊！ 以后，咱就是生命共同体，咱一定要斗阵打拼，尤其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伫个磐石建设地位愈来愈稳固。偌久了后，公司就是咱两个啊。陈志杰，你的面具要阁挂偌久？自头到尾，你根本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。好，你要耍，我陪你斗阵耍。小等一下。 喂，哦，爸，好，我随过来。爸叫我过去一下，你等我。这是安怎指挥书？哦，爸，我只是做一寡人事上的调整尔。 我嘛是好意啊，想要将公司好好整顿一下，你应该袂反对吼？听你讲得真轻松，这几个人对伫我身躯边10几年，教我做伙拍江山呢。
因是我上届信任的老干部啦。你事先无甲我参详一下，该因法开除就开除，无即摆是安怎？因有做出啥物袂当原谅的错误，还是你感觉因残暴哟？爸，你哪用开除这么歹听的字眼啊？我并无开因开除啊，我只是请因荣退尔。搁再讲，这嘛是何当的意思啊？人摕这么多钱投资咱的公司，当然嘛是希望看到咱有新的作为，有新的局面，也搁有新的气象啊。搁再讲，何当的意思，我嘛是爱照办啊。啊好，这个唔正囝竟然摕何文祥来压我，好啦，即马精势比人强啦，这口气我先吞忍。君主报仇3年未晚啦，我唔相信我斗袂赢你这个唔正囝。刘立伟，10年河东10年河西了，风水是会轮流转。你想讲我陈志坚，还阁是当初是迄个啥物代志拢听你的无下阿蒙是吗？其实你讲的嘛是有道理啦，公司的人事确实需要好好来调整一下啦。爸，你若会谅解吼，安尼当然是上好啊。若无，你即马心内敢有较适合的人选来补这个款？哎呀，实在真害。爸，你看，我一无用拢袂记的啦。这个亏适合人选吼，何当的敢拢已经安排好势了。是安尼哦。好啦，安尼我知影，你去问你的。是。报告总裁，小吴目前还未脱离险境，然后伫咧加护病房的。第一天开工就见啊！通知罗党的，从优抚恤，医院工人了代志。是，哦，另外罗党的已经要求工人将玻璃拢拆落来，拢换强化玻璃。这几天无啥拢无啥爱甲我讲话，一定还搁咧甲我生气。暗时约伊去拍不见面，我想要正式甲伊下室咧，伊应该会来啦。怡娟，你敢要有代志？哦，无代志，请你趁小啉咖啡。我知影，有了个要开会，你先出去。是。纸条啊，写写。无啥物，咱头拄讲到倒位，继续。我想恁该来吼。喂，哦，长生哦，哦，好啊，电话已经拍完，我知影，晚点见。喂，助理哦，你物件收收的，落楼骹等我先送你转去。暗时我有应酬。好，拜拜。怡娟，要做来食物件无？唔免啦，我还有代志，恁家己去啦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喂，哎，天君啊，你讲啥？张君煌哦，世人是永远无法度超生啊！伊即马每个月的薪水爱扣起来，弥补公司的损失，啊，搁听讲领导的人搁欠一尻川的小。根据我所知影，即马所有银行拢无愿意贷款互因，也搁有。我搁找人介绍张君华因爸爸去地下钱庄借钱。厉害啊！这小小够厉害啦！因爸吼，若行到一步，我看张君华吼，爱趁早走路啊。就算讲伊无去地下钱庄借钱，我还搁有另外一个陷阱，准备要互伊跳。是啥物步骤？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上纯
看张俊华吼，爱趁早走路啊。就算讲伊无甲地下钱庄借钱，我还有另外一个项子，准备互伊跳。是啥物步数？真正若要行这步棋吼，顶家的人哦，以后就唔免踮咧社会徛起。你等你看好啊！我一定要将张俊华甲食个死，互伊连翻身的机会都无。张俊华若除掉了后吼，我咧罗氏建设真紧就会阁有权有势啊！到时阵哦，咱就做伙合作。啊，迄个民记的李博山哦，哪有可能是咱的对手啦？李博山，讲到李博山，我就有气。伊竟然伫我金主面头前靠闹开，我袂放伊煞，而且我要叫伊加倍吓我。对了。啊，伊毋是李博山因妻啊？无对，我想伊应该是甲李博山约去遮见面。咱甲伊讲一下算账啥款？你要安怎做？看我。喂，小六，最近好无啊？啥款？甲你讲一个趁钱的机会，我爱你去甲一个人做。天俊，你的消息来源是正确无？等开半晡，连一人也无看。小黑讲阿强因的老娘，我哪会知影？好啊，后摆先问我清楚。互你安尼母吼，我拢用要袂。以怡娟的个性，伊才无迄个耐心等到即马。我看总裁啊，一定会气死。总裁，怡娟呢？伊走。哈！伊竟然无等你，就做伊走啊！我有问过，听讲伊还是第三个查某走。啥个啊？这么紧就叫人拍去啊？咱来等。是。这个所在足奇怪呢。啊，你毋是讲要带我去找博山？啊，这是倒啊？啊，博山伊即摆人伫倒位？怡娟小姐啊，阮总裁我吼有特别交代啦，有大惊喜要你哦。大惊喜哦！这啦。刷去，我要来等啊！这来准备走啊？喂，你给我放弃哦！我要来等啊！哎呦，这边有可能。这尔啊急性啊，你唔好哦。喂，你到底想要创啥啦？我喊你警告，你莫乱来哦！你给我放开，我要等去！你给我放开，我要等去啊！哦哟，你先落，有味道哦。那趁你这味哦，我介意，来，给拖进去。呀！你在创啥？给我放开！给我放开！我要等去！救人！救人！等点去，看你在边来，来，过来边咯。打电话李博山啊，甲讲哦，明记总裁的查某人伫咱的手头啊，看伊要提啥甲咱换。啊，听下你卡。好。哎呀，
原来伊是要利用我来打击博山，安尼免咯。大爱，无人讲的。无人接。安尼咱戏要安怎判？大爱，这个七仔生做得袂歹哦，既然拢来啊，不如互咱兄弟来爽一个。好，你讲的袂歹哦。假使这颗李博山的查某人，让咱给算计啊，一声伊面子就真扫落地啊啦。来哦，兄弟啊，甲徛落。来，我试看卖。来。哎呦喂呀，哦，咁袂歹哦，哦，你请啊，你请啊。这个电话现在未开机，请稍后再拨，谢谢。空，先走就煞，竟然连留言都无。喂，喂，哦，怡娟啊，你想着要打电话转来啊？秋华哥，你来救我！你来救我！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怡娟，啊？怡娟，你到底是安怎？你唔通甲我吓惊啦？怡娟，怡娟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咱三更半暝不甘的啦。俊华，到底出啥代志啊？你紧讲啊！怡娟伊伊啊，哪唔紧讲哟？伊出车祸啦！哈，出车祸，啊，紧送来病院啊！哎呦，唔免啦，迄个小可挫伤尔。恁先去休困啦，我来甲照顾就好啊。你去休困啦，我来甲照顾啦，无要紧啦，恁先去休困啦。我来恁讲伊无代志啊。歹势啦，恁紧去困啦。真正无要紧哦。困啊！无要紧哦。你什么时阵精神呢？我拄仔才着精神啊！来，你还是倒好了。怡娟，秋华哥，乖，乖吼，不来气啊！怎么不来气？你甲俊豪哥哥讲，是谁做的？我唔知影，我就是唔知影，伊一个搁一个，我唔知影。
好，你莫搁讲啊，我莫问啊。听好，怡娟。我跟你讲，咱来去报警。我不会报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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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会。怡娟，这阵代志咱来去报警是唯一的办法，你知影无？啊？已经冲破下来啊！你知影我要等博山，所以唔才甲我带去啊。你讲啥？你今麦讲的是因冲着博山来？朱华哥，我拜托你，你千万别让我心难解，阿哥博山怎样？我拜托你。我拜托你了，好不？好不啦？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。你可以莫想伤多啊。既然怡娟向求夫甲博山有关系，我是毋是应该甲博山讲？也毋过怡娟，我坚持袂用有新人甲博山知影。这啊，是你啊？你在想啥？拢无发现我来。无。哎，咱敢毋是讲好啊？毋管发生啥物代志，拢袂用互相隐瞒。讲啊！喂，我张俊华。无你嘛较歹会吐的，怡娟人无去，啊你毋是顾条的。怡娟安怎？我来找伊啦。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啦，俊华？俊华，俊华！也毋是你的好小弟，人要甲伊算小算为怡娟的头壳顶去啊啦。你在发啥物脾气啦？啥物代志你也无要甲我讲，甲博山有啥物关系？你讲啊！怡娟强干呐，我今晚来找伊。哎，我跟你斗阵去好无？我陪你来去。行。怡娟，怡娟啊！奇怪，人无伫遮，你是走去倒啊？你先莫着急啦，我想伊人一定伫内底，啊无你留在遮继续弄门，我来找博山。你袂用去甲博山讲啦？那会用无爱甲讲啦，代志是伊掠出来的，而且怡娟即马佫安尼。好啦好啦。啊，对啦，你毋是讲咧仓库的时阵有看到一支电话？有啊，我准备要来报警的。你先摕互我摕去互博山看，看伊会认得无？嘛好啦，放伫咧车顶，你还较细腻哦。怡娟，怡娟，你甲我回答一下啊。怡娟到今我拢无来上班，嘛无敲电话是无？无啊，你讲有敲电话进厝来？敲过啊，也毋过无人接。靠！你到底甲公司当作啥？爱来就来，唔来连讲也唔讲是啥？博山，这，你来来？我要哪会来？博山，你敢知影？怡娟出代志啊！哈？怡娟是安怎？你昨暗是毋是有甲怡娟约？因为我有代志啊，我到位的时阵已经离开啊。伊已经离开，伊根本就毋是离开，伊出代志啊！哈？什么代志？伊去哦3个佚佗囡仔轮暴。你讲啥？怡娟，谁做的？是谁做的？你去甲我讲啊！我嘛唔知影，我敢若知影，那3个佚佗囡仔，敢若事先就知影你甲怡娟有约。后来
因就将怡娟骗走，佮骗去轮堡。这三个笨手，我要你的性命！文生，你先莫冲动，我看这件代志交警察去处理。不用的，卡出人报警，怡娟就还阁有警察问一大堆，我不爱阁怡娟受这种折磨啊！也毋过，文生，这，你莫阁管啊！这件代志交代我处理。无唔对啦，姐啊，我甲一寡兄弟哦，一定替怡娟讨一个公道转来，将这个三个物件给掠出来。好啦，为着我即马讲啥物，你拢听袂入去，凊彩你要安怎？喏，这互你，这是军华伫救怡娟的时阵，伫现场摕到的，可能是歹人留落。马上追查这个手机的主人，出动所有兄弟，一定要查到这个唔正经的下落。小六，我当初是叫你甲李博山小创治一下，结果你甲我母一工这尔大坑。恁三个是低头了，即摆后头北都在找恁啊啦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哎，当初是你找阮办代志的时阵哦，都应该早就爱知影讲有擦枪走火的结果啊啦。安怎？即摆想要甲阮 Q 去边仔晓？我甲恁讲啊，代志无遮简单啊。当初恁打电话阮的时阵，有录音的哦。唆使绑架甲强暴，做共款无轻啊！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唆使绑架甲强暴吼，做共款无轻啊！其实我无怪恁意思，阮即马就咧烦恼恁的处境尔。对啦，啊恁三个吼去找一个空房避起来，撇一下风头啦。啊过一阵嘛吼，才讲啦吼。对呀，要走路嘛走路位。啊恁进前互我迄寡钱，读水机芳嘛无够。啊，我先讲好势哦，我的钱无遐尔好摕。钱若摕到了，咱就拢无伫来哦。即摆是安怎？摕这2仙钱就要讲好意思哦？无要紧，我的背景你应该真清楚。你若真正互我掠过，我绝对互恁青笑青笑。你即嘛是咧阿强下哟？好啦，一句话，钱摕，阮人来走，下摆莫烧交菜。安尼上。来走。这三个看起来哦，敢若真无可靠啦。万一伊若走起来，博山讲安尼，咱要安怎啦？即马只有行一步算一步啊！世界拢装无钱，只好来找这个人尔。毋是关风啊？风妹，阿风妹，你创啥啦？你操你娘！我甲你叫你拢无听着，你创啥啦？我无创啥。什么无创啥？无创啥？我看就知影无创啥。啥？27万几？你甲27万几转落啥人啊？我做不来，我是讲借钱，伊讲叫我将我小号转互伊，伊要借我钱，我做了别人，我未做了别人。夭寿你去用骗伊啊！若无你新闻你是无看哟啦，哈！叫人转小姐的代志吼，掠嘛掠袂着啦。我做了别人。但你即马甲咱厝的哦，厝的这钱拢去转互人，你是要惊规家我给你唔使帮忙哟？
当初的意思是讲吼，比如讲以这部分来看，就是这栋较早这所在有无？伊甲这图顶啊所讲的完全拢无共款。喂，小陈哦，加起了，你先无用哦。你讲安怎？伊打电话甲你借钱，你将伊所有财产拢骗到手啊！有时阵我看你这个人吼，实在有够强。对了，真好。好，就安尼啦。袂使，袂使来准拄煞，我要来报警。哎呦，你报警嘛无路用啦！骗你的人是用王八鸡，你是要叫警察来找人啦？我去找银行啊，我讲去用骗去啊，叫别互你逼销啊。银行无你管这啦，你是捌看新闻了？转账的人是你的，你是要叫银行来处理啊？无是要安怎啦？叫阮爸爸孙子伫就7万就是啦。人若说政府啊，就生菜过。搁袂要紧啊！人毋是讲什么迄句啥？置之死地而啥？而后生。对啦，就是这句话啦。那你更衰啊，袂搁衰落去啊啦，袂搁有歹代志啊！阿满，你无怪我。你嘛是因为要解决问题，才无小心去用骗的，我才会感觉你怪啦。不过这件代志千万莫互俊华知，我连班都上袂落。我知啦，我怪因这老爸伤过饭桶啦。你莫安尼讲啦。歹势，请问张俊华敢有伫个？俊华还袂转来咧。请问你是？我是大厦的同学，我叫王明翰。来，这是我的名片。我即摆咧做保险啦，拄好按遮经过，想要来甲拜访一下。哈，你要来甲阮做保险哦？不过阮兜即摆已经……你少年同学哦，你别坐。阿满啊，冰箱无啉的物件，去买一寡凉的。哦，紧去。免麻烦啦。不要紧啦，恁讲啦吼，我来买凉的。好，坐。哦，多谢哈。来，请坐。哦，多谢。你拄仔讲你咧做保险是是啊。我一个代志要甲你请教。好啊。我摕一个物件互你看哈。进来，我要赶去学长迄边斗三工，都无送你转去啊。无要紧啦，我想要先去看医娟。对啦，你学长迄边的蓝图敢毋是足赶的？你是毋过要熬夜加班啊？你免烦恼啦，我阁少年，勇啊敢若牛的，阁3工无困嘛挡会牢。要毋过你看你，为着要害小，无眠无力的工作，拢散去啊！嘿，伊啊，较瘦的较认头啊。我跟你讲啊，等阮兜的这份啊限了差不多，我一定会肥起来。到时阵你唔通向我伤肥，无爱滴我哦。讨厌，你咧讲啥啦？行啦。阿伯啊，要客气啦，要啥？奇怪，俊华因母也是走去美国买凉的款，歹势啦，无请你啉。无要紧，真正无要紧啦。阿伯啊，你拄则对我讲的写的保险内容，敢若真有兴趣吼？无啦，增加一个知识尔啦。甲你请教一下吼，死亡给付的部分吼，被投保人的死亡是毋是使得到相关的理赔？无毋对啊，一点仔都无毋对。阿伯，你听得真详细呢。哦，我知啊。对了，阿伯，我阁赶时间去拜访其他的客户。哦，无阮助你啊，孙行。来，我补一张我的名片互你啦。你若对这份保单有兴趣吼，你当随时敲这电话互我。好，我有需要绝对跟我你联络吼。阿伯，我先来去哦。好，拜拜。喂，明翰啊，是啊，我咧替你邮保险啊。先讲好哦，这个 case 若讲成，你要请我哦。好，无问题。
博山，来，新礼拜。对，怡娟已经安怎？啊，就安尼啊，也无爱讲话，不过无要紧，伊即嘛需要时间，咱一定要较有耐心的。我知影。既然你来啊，安尼我就将时间留予恁两个人，你爱陪伊安慰伊哦。我先来去啊。喂，歹势吼，这毋知靠你，请问你是毋是王明翰先生？我要买保险啦。嘿，好，好，谢谢。怡娟，你看。怡娟，巴肚会枵的，敢要来餐厅食饭？你今日早起也无食啥物物件，加减要食一寡。小休困者，等来餐厅。喂，总裁啊，是我啦，有重要代志要甲你报告。我毋是甲你讲过，这2天就算有天大的代志，拢莫来找我，你家己处理就好。总裁，你稍等下啦，我找到迄3个古仔囝啦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李总裁啊，阮3个吼，拢是佚佗过啊路边的草树啦，啊你毋通甲阮动手，啊若无会拍歹你的名声啊。是啊，李总裁，请你放阮煞，拜托你放阮煞啦。不管李总裁爱阮做啥物，阮一定照办。是啦，拜托放阮煞啦。放阮煞啦。是啊，李总裁，拜托你放阮煞啦，拜托你啦。李总裁啊，放阮煞啦，我求你啊。总裁，我看卖甲因啰嗦啦，像这古仔囝，交我来处理啦。对啦，李总裁，阮是古仔囝啦。问出幕后的主使者无？无啊，因讲无人叫伊安尼做的。煞煞去，伊毋讲，我嘛猜出来。李总裁啊，莫生气啦。总裁，拜托，放阮总裁煞啦。放阮煞啦，拜托。恁放心，我袂互恁这么紧就死。多谢李总裁，多谢总裁，多谢总裁。我要互恁知影，什么是生不如死的滋味。拜啊，总裁，拜啦，总裁，唔通啦，唔通啦，拜托了，总裁。美君，总裁，拜托了。紧去，请问我清楚，倒一个工地，即摆要灌浆。总裁，卖了，总裁，唔通啦，总裁，拜啦。
哎呦，闪啦！要到小想要食啥？阿婉啊，俊华，我要来去啊！拢是我害恁这几工受遮多苦。我即摆已经想到一个真好的解决的方法。俊华，你看我流的皮，你就知影。我要来去啊！你要替我好好照顾恁老母，恁要好好保重。咱厝内已经足久无听到人咧笑的声，只要我将这问题也解决。阿婉甲俊华嘛是同款会使过快乐的日子。怡娟，我叫人送饭菜来，你哪拢唔食？你一个人踮厝诶袂无聊？来，看一下这新闻。你看，我已经甲迄三个笨手抬死，已经袂过人伤害你。你看，欺负你的人已经死了。对今仔开始，你都唔免阁惊。各位兄弟，进来处理者哦。怡娟，你爸爸！怡娟，怡娟，怡娟，你停落来啊！怡娟。怡娟，你小等下啦！怡娟，妈呀，你妈呀，怡娟，怡娟，你较冷静的啦！怡娟，你较冷静的好不好？怡娟，你妈安尼啦！怡娟，你听我讲啦，怡娟，怡娟呐！怡娟，怡娟，来，小刘影遐人拢死啊！安尼咱会使讲是高枕无忧啊，以后就无人知影这个秘密啦。无唔对啦，除非死人吼会开嘴讲话啦。咱来感谢李博山吼，来咱斗3工。即摆幸运之神是徛在咱这边，咱的计划一步一步咧实现，会使讲是无往不利。啊，不过吼，张君华还未离开阮公司啦。你放心，紧啦，伊真紧就要家破人亡啊，变丧家之犬。这回是安怎讲？喂，哦，明凯，杨焕，呀，电话甲你保险迄个张老先生出意外哦。我还没来知影，我嘛是好意啊。伊即摆人啥款啦？受伤哦。哦，对了，我甲你讲哦。根据我所知影，因敢若欠人真侪钱的款呢，反正因是要来骗保险金来还债务。
哎，实在想袂开啦。好啦，就安尼啦，我一联络我，拜拜。本来哦，幸运之神是徛伫咱这边，即马连老天爷都徛咱这边。哎，是啥物好消息？张金华因兜本来只是负债累累，要不过即马恐惊有牢狱之灾哦。这声张俊华吼，永远拢无法度翻身啊啦！红啊，你唔着甲我讲啥，甲你弄干呢？哈，你讲话啊，我通替你处理啦。啊，你若唔讲话啦，啥甲你弄安尼啦？讲啦！哎呦，到底你弄红弄干你？爸，你哪会这尔讲哈？讲要用家己的性命来换保险金含笑。这件代志若是叫妈知影吼，伊心肝内一定足艰苦。不用的，绝对袂用让妈知影。妈，你千万唔通伤烦恼哈。医生甲我讲过啊，伊讲爸袂有啥物代志啊，只要休养一阵啊，就会恢复健康啊。你是要叫我哪袂担心啦？啊，你看恁爸去用弄甲安尼，最近咱兜发生遮尔啊侪代志，进货进了唔对，咱爱赔钱，啊恁爸佫去用骗钱，咱所有的钱拢无了了啊，你知无？天公伯后，互咱一个惩罚，甲恁老爸弄甲安尼啊，即摆嘛唔知是啥弄的，甲问讲唔讲？妈，你就当作这一切是天公伯后咱的考验啊，上重要的代志是，我、你、爸，咱拢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，安尼就好啊。你莫想伤济啊，代志拢莫会记去。你甲我讲话好无？虽然讲伊敢若淡薄仔脆伤，也毋过看会出来，伊受到真大的刺激。伊毋愿意讲话的原因，真有可能是心理上所引起的强迫性的不语症。医生，这种病名哪治疗？我是甲你建议啦，带伊去看精神科方面的医生。啊，另外，若是要安怎恢复，就要看伊个人敢愿意看后开啊。医娟，咱明仔载马上转来台北，我一定要找上好的医生，我一定要甲你的病治好。哎，坏啊！时间无早啦，较早困，迄明仔载才做啦。袂用的啦，这我明仔载教人呢。来，互你牛奶先啉。哦，你囥的就好啦，多谢。哎呦，袂使搁囥，我逐摆哦囥你拢无啉完，妈妈看你啉。来来来，啊啉的毋才有营养。
安尼唔才有乖。来，来。好。好哈，较早困哦。好。靠风大来，即摆啦，你困袂去，我泡牛奶互你啉啦。哈，紧来来。我足无路用的，拖累着金华，搁拖累着你。到底是你讲什么话啊？咱什么日子毋捌过过？而且咱即马阁有俊豪这个乖囝，你是你烦恼啥货啊？无咱甲以前共款啊，咱开你的小花菜吼，咱来去四处打零工啦。只要咱规家伙啊吼，若通啊斗阵吼，安尼就好啊。什么日子袂使过咧，对无？莫想较济啊啦。好啦，即摆啦。放心啦，咱兜阁有我的。若是钱会当解决的问题，迄根本就毋是问题嘛。钱无，咱用过来谈啊，对无？只要咱一家伙会当住斗阵，平平安安，迄上重要啊。莫烦恼啊，老爸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廖先生，麻烦你收落来。你是毋是嫌我还的钱无够啊？你嘛知影我即马情形。我是袂嫌钱伤少啦，不过你少的钱啊，有人帮你还啊。谁替我还啊？是啥我袂使甲你讲，不过你详细想看卖，有谁有种能力帮你还遮侪钱？俊华，来，啉茶。哦，多谢。这是恁舅阿伯吼，伫南部摕来，这茶袂歹啉，啉看嘛。安怎？好啉吼，真润喉吼。好啉。当处长，你唔免讲，我知影你要讲啥。我就是无希望讲看到一个有为的青年，来为着钱，总甲偷嫌目暗。搁再讲，我也是公司的负责人，我希望我公司的员工会当专心一致待在公司上班。既然当处长你就安尼讲啊，我愿意接受你的帮助。也毋过你借我这笔钱，等我有能力的时阵，我一定爱还予你。我相信有一天，你一定有这个能力会还我。当处长，来，啉这茶啦。多谢。无等下，带俊华对公司敲电转来，讲你已经替阮将迄笔小害掉。你的大恩大德吼，我不知是。起，免安尼，起，坐啦。哎呀，你哪会讲安尼啦？你无听人讲哦，钱银三不变。啊，我都也做会到，我当然爱甲恁斗3工啊。搁再讲，俊华是我公司哦上骨力的这个干部啊，伊的代志我免会用无管啊。张先生，你的伤有较好无？哦，较好啊，谢谢哈，多谢你的关心。我是足见笑的，大人大种啊，搁去互骗，害得俊华，搁害当下你损失遐尼大，我足该死的。我后边吼安分守己做生意就好啊，毋捌的代志莫去乱插啦。安尼就对啊啦，你若安尼吼，我就真放心啊。咱这个世间吼，上真的就是亲情。俊华这个囡仔遮尔啊好，恁两个人讲起来实在是真福气哦。你唔甘嫌啦？等下，你敢毋是去找你的囡仔？啊，即马找了啥款？目前还搁咧找咧，讲起来实在真见笑。当初宝琴要离开我的时阵，我还阁唔知影伊有心，啊，互伊家己一个人流浪去到台东，伊的生活是要安怎过咧？宝琴，台东。宝琴哦，你讲恁翁就知你已经有心啊哦。伊唔知影，因为我无甲伊讲。哎呦，你哪会无爱甲讲啦？
啊，你有心，家长伫外口流浪啊，真危险嘞。敢讲伊是宝琴的翁婿？那呢？伊毋着真好的亲生老爸？袂遮拖好。小姐，你有代志是？无代志。等下，你都讲恁夫人的大名叫做杨宝琴。刘太太，你是安怎呀？是。刘太太。无啦，哎，歹势，手骨啦，手骨咧。所以你是咧怀疑讲阿芳甲阿婉拢捌补琴啊？无定吼是我多疑心啦。啊，不过迄个阿婉哦，听到我提起补琴了呢，伊连手内喉啊就落落去咧。哦，啊那咧就较奇怪啊。有呀，我毋当想讲吼，要拜托你甲我帮忙一下。三伯兄弟咧讲什么帮忙？你有什么代志你做你讲啊？最近我安尼定定咧迷茫，拢梦着阮囝无爱插我。哈哈，你无听讲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晓？你啊，人讲吼有囝就是有囝命啦，啊若无囝话那是天注定啦。你的命中嘛真正讲都有这个囡仔吼，今晚伊会甲你相随啦，啊你想啊这就无效啦。总讲一句啦，我着心肝头放袂落啦。我毋知想讲吼，要拜托你去台东甲我走一转，去甲我探听看卖，看会通探听看有啥物线索无？嘛好啦，我来一转吼，无得啊去我杀着啥物脏头。红个啊，啊你讲这件代志要安创啊？要安创？顺其自然啊，无要哪。顺其自然。啊，你的意思就是讲，甲俊华还两个流荡的哦？囡仔是别人的啊，若有证据，咱嘛是害人啊。我知你唔甘，我嘛是唔甘。一个囡仔饲20-30年啊，甲家己生的同款，叫我爱互别人，我哪会甘？不过流荡的是好人，事业做较大，阁有钱。俊华甲伊相认了，阁是大企业的继承人。阿婉，你想看卖？罗当我都互俊华，难道我都互伊是毋是？俊华为咱的辛苦，我对不起。我有啥物资格将伊留伫踮喺我的身躯边？我知咱无资格甲俊华留喺咱的身躯边，咱嘛无迄个条件去甲你罗当的比，那是血肉之亲。不过我嘛辛辛苦苦甲撑啊大了。咱辛辛苦苦甲撑啊遮大，是为了伊好，咱袂使自私，你知无？我哪有自私？恁即摆咧讲的是我。不男不女的吼，迄足真了足可怜的啊！人讲欢喜笑，看戏戆啦，我看流目屎，你看，流目屎。我就是介意看，你不动摇我，我妈甲你煮啥物嘢？啊，俊华，你熬夜足忝的吼，我甲你煮迄个活力面吼。活力面，活力面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什么代志？无啦，较早睡困啦。莫伤晚困哦，对这无好。哦。较早睡困。好。奶奶啊。奶奶。
喂，醒来。你讲啥物？阿伯阿姆唔是你的亲生爸母？你唔相信对无？我家己嘛唔相信。因亲嘴甲你讲的哦。是我无拄好去听到因咧讲话。啊，无安尼啦，你直接去问因啊。原本我嘛是安尼想啊，要毋过我看阮爸妈忧头甲面的款，我安怎无法度开嘴？你斟酌想看卖啊！因既然已经保密20外年啊，假使讲我即摆若直接去问问，一定互因更较伤心，你知影无？哎呀，我即摆心肝足烦。哎，你莫安尼想啦，你看，假使若真是要变吼，你是毋是比我甲怡娟加较幸福？上无讲阿伯阿姆，因足爱你，足疼你的，从来都无想过要来你放散。甚至因为因足爱你的，因甘愿保守这个秘密，保守20几年。你敢无感觉安尼已经有够啊？哎呀，你讲的这我嘛知，我知影讲因对我好啊，我嘛感激讲因对我20外年来养的之恩。也毋过今仔日换做是你，你敢袂想要走势家己的身世？敢袂想要走势家己的根？唉，凡说是一段讲起来互人心疼的过去，也毋过我嘛想要了解啊，你敢有明白？好，安尼不管安怎，这件代志咱来斗阵分担。多谢你。但是万一互阿伯阿唔知影，啊无因就足伤心的。啊无咱就利用放假，斗阵来做寻根的工作。你好细心哦。你家己看，其实阿伯阿姆已经离开遐30几年啊。假使你真是要转去遐，找过去的一些蛛丝马迹，其实是一件真困难的代志。我知影30外年要讲起来是真长的一段时间，也毋过我相信应该有老一辈人搁伫的啊。无论环境啊困难，只要会当找到一个知影的人就好啊。希望我会用甲你斗阵解开你的身世之谜。哎，车来啊！哦。行。富山区，富山区，安尼一间一间啊，找看要找到当时啊，无找过眠哩。小姐，我来借问你哦，恁这间富山区毋知开业偌久啊？有30年无？有啊，安怎？有啥物问题？哦，无啦，毋是啥问题啦。我想要麻烦你哦，是毋是查一下资料，讲这30年前是毋是有一个做杨宝庆的查某人来这生产过？好，你稍等一下，我替你查。这个吼，30年前的资料已经拢找无啊哦，你还是去找老三伯问看卖的。迄个时阵的人拢找三伯到出来接生，反正伊阁会记。哦，三伯哦，好，谢谢哦。有人在咧无？我请教你哦，咱遮是毋是有带一个伫咧做三伯的？你要找三伯？我就是啦。啊，毋过我即摆老啊呢，无咧做啊。你就是哦，我是哦要来请教你啊。我伫差不多27、8年前哦，你毋知捌替一个查某人叫做杨宝琴，这个查某人捡过囡仔。哎，咱来问几工问遐侪人啊，点啊算数了无？看起来我的身世吼，就甲这粒石头同款，沉落大海啊啦！你莫安尼想嘛，其实本来要找一个人，都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。搁再讲，咱即摆才开始找尔呢，
咱一定要较有耐心的，我相信咱一定会用摕到。有耐心又会当安怎？就准讲知影我的身世，又会当安怎？就算讲找到我的亲生爸母，我嘛无可能安大大阵，我甘愿甲我的爸妈做伙啊！我无可能因为安尼来离开因的身躯边嘛。所以还是莫时阵拄好啦。我明白你即摆的心情。不管安怎讲，阿伯甲阿母伊嘛饲你30年啊。爱你将这段感情放掉，实在嘛是种为难的。所以讲啊，今日无所好嘛好，相见不如不见啊。其实知影家己的身世，嘛无一定是一种好代志，对无？其实我了解，你的心肝内也是足想要知影你的亲生爸母是啥，只是你阁无想要去面对，唔敢去面对。也毋过不管安怎，我拢会陪在你的身躯边。其实我即摆心肝内上希望的，就是我的爸爸妈妈会当欢喜。好啊，假使若真是安尼，安尼咱就从即摆所有代志拢甲放袂记的，等到以前，安尼好无？人身世有啥物重要的？活条感觉这是上赞的代志。你嘛是安尼认为啊？我嘛是呢。你讲啥？宝琴30年前难产死啊！三不是安尼讲啦，但是有确定哩。啊，不过不管安怎讲，就是有可能是宝琴都摸唔到啊啦。想到宝琴，伊会死啊遮尔凄惨，拢是我害的啦，拢是我害的啦。老爷，你先莫安尼想啦。代志经过了30年咧吼，哎，三婆啊讲甲你大七大八啦，伊嘛唔敢确定啦，所以你唔好伤心啦哈。咱三婆看啦无？啊，又讲迄个囡仔会落无？伊是讲迄囡仔吼，敢若去互一对姓张的翁仔某带去啊，去互姓张的翁仔某带去。讲就安尼讲，啊嘛讲甲含含糊糊，迄嘛还无确定哩。若安尼讲起来，迄个查某人一定是宝琴摸唔着啦。是安怎讲啊？陈律师有甲我讲我的囝就是去互一对姓张的翁仔某抱去，即摆是敢若讲吼，还未查出对方是啥物人啦尔。喂，陈律师吼，我罗清云啊，我甲你讲吼。你即摆都爱针对吼，对台东搬来台北的迄个姓张的翁仔某，对遐甲调查去，然后再过来过路，再搁对台北县市所有的这户政事务所去调查，安尼真紧就有答案啊。亲像一蕊花，开的时阵这呢美丽，经过风风雨雨的转变，闻着阵阵的花香味，爱情总是予人痴迷。甲心肝底一杯，一句甜蜜的恋爱话，咸酸苦涩拢无怨